交通部宣布讲，明年3月初一开始要开放旅行团去中国，也毋过陆委会又搁表示讲要限制一日上济2000人次，互旅行业者是真不满哦。交通部长王国材今仔是表示讲，到时阵业者出团的人数若是超过2000人，交通部会甲陆委会来参详，明年过年之前会来公布详细的办法。交通部宣布，明年3月初一开始解除到中国旅游团的禁令。各大旅行社也尽全力伫咧抢疫情了的商机，开票付定金的旅客至少已经上班。无想到讲，陆委会第13讲，初期一天只敢若限业2000人，互旅游业者正着急，讲到底是啥人讲的准当算？1万多个人买了，那你说你限额2000个，那请问你是配额到底要怎么算？那这些损失纠纷算谁的？难道现在是有2个政府吗？业者认为，每年出团去中国，等于是逼旅行业者行普适的地带，消费纠纷也会变多。尤其是2019年，台湾到中国旅游的人数有400多万人次，这么一天是限业2000人，到底要安怎分配也是问题。因为只有2000呢，要用抽签吗？还是用规模大小？你徒增这些业者的困扰。交通部长王国材回应讲，限业应该是今年8月的方案，一个加陆委会讨论细节，明年春节进前会公布。如果明年大家讨论到最后的确有那么多团的话，我想我们要跟陆委会在做细节的部分，再来做一些讨论。去中国的金团联放松，也毋过是限业，部会无共调，互业者一粒头2粒大。李局玉更加讲，观光业界真侪人拢期待在野党会当团结合作。无希望意识形态绑架观光业的文化甲生活。王国材是替陆委会讲话，讲陆委会应该是想要分阶段解除禁令。记者综合报道。